喺加州大灣區嘅水費同埋垃圾費，即使你嘅房屋係空置，冇人住，完全唔用，亦都需要支付。係世界級灣區，同樣係置業夢想嘅地方，但每年養房產嘅成本竟然相差27倍，一個讓你喺擁有後依然持續大出血。灣區智慧生活，大家好，我係 Pat。世界上有兩個著名嘅灣區，一個係美國加州科技心臟三藩市同矽谷一帶嘅灣區，另一個係中國嘅世界級城市群廣東大灣區。我移居到廣東大灣區之前，就係住喺加州大灣區。呢兩個灣區都係經濟引擎，都係置業熱土。但係買咗物業就一勞永逸咩？錯咯！每年嘅持有成本先至係細水長流嘅真正開銷。我最初計劃喺廣東大灣區置業時，原意本來只係買嚟作旅居用。當時唔太清楚喺國內持有物業嘅成本係幾多，而家計算兩地嘅開支，先至驚奇咁發現呢兩個地方當業主每年喺賬上嘅固定成本竟然相差咁大，完全係兩個世界。今日我哋就嚟進行一場赤裸裸嘅算賬，對比兩個灣區作為業主每年必須支付嘅固定成本係幾多。今日我哋拋開房價，只係睇每年作為業主你必須支付嘅持有成本。為咗公平對比，我哋設定一個基準，為一套用於自住嘅中等檔次嘅物業。喺北加州灣區，我哋設定房產價值為120萬美元。呢個喺嗰度只係普通嘅水平，只可以選擇一啲唔太受歡迎嘅灣區城市及區域。喺廣東大灣區，我哋設定價值為700萬人民幣，約100萬美元。呢個屬於中上檔次，可以喺廣東大灣區一線城市廣州或者深圳嗰度置業。我哋以三藩市灣區120萬美元房產對比廣東大灣區700萬人民幣房產為例，為你拆解房產稅、物業費、HOA、房屋保險、維修等每一項隱藏開銷，睇睇你嘅錢都花喺咗邊度啦。分項成本詳細對比：一、房產稅。喺加州灣區持有物業一個大嘅開支就係房產稅。房產稅率約為1.1%至1.25%之間，我哋取個中間值1.2%計算。對於120萬嘅物業，每年嘅房產稅就係14,400美元，約10.3萬人民幣。呢個係一筆必須嘅硬性支出，而且每年都因為各種各樣嘅原因，例如通貨上漲同埋各地方政府嘅預算需求等，房產稅都會每年遞增2至3%。至於喺廣東大灣區，中國嘅住宅房產稅目前只係在少數城市試點，並未全面徵收。喺廣東大灣區，你購買咗房產之後，每年並唔需要繳納基於房屋價值嘅房產稅。二、物業管理費 HOA。加州嘅獨立屋 Single Family House 好多冇物管費，但係如果係公寓 Condo 或者聯排別墅 Townhouse 就需要支付 HOA。北加州灣區大部分人嘅物業都係獨立屋，所以亦冇物管費。廣東大灣區根據樓盤檔次，每平米每月大約3到10人民幣。我哋按120平米面積嘅房產，平均以6人民幣每平米每月計算，一年就係8640人民幣，即1210美元。三、房屋保險。喺北加州灣區，有貸款嘅房產必須買保險，就算已付存款嘅房產亦係強烈推薦嘅。由於火災以及地震嘅風險，加州嘅保險費仲喺不斷上漲。一年嘅火險及地震險嘅保費大約係房價嘅0.3%，即3600美元，約25,600人民幣。喺廣東大灣區，購買房屋保險嘅意識唔強，亦非強制，好多業主都唔購買。如果購買一份普通保單，每年約1000至2000人民幣。我哋呢度就唔計算啦，因為呢個唔係普遍性嘅支出。四、維護與維修。北加州灣區嘅獨立屋好多都係一啲已興建幾十年或者以上嘅獨立屋，因房屋老化，通常差唔多每年都會有唔同嘅地方需要維修及翻新。通常建議預留物業價格嘅1%作維護同埋維修嘅費用，即係每年12000美元。廣東大灣區住宅內部嘅小維修收費好平，物管處嘅工程部有時可免費或低價幾十蚊就解決。五、庭院維護及雜項。加州嘅獨立屋需要庭院維護，例如剪草、泳池清潔、殺蟲等庭院維護，一係自己花時間，一係請人。呢筆費用每月可能50美元至200美元，取中間數100美元每月，我哋一年算1200美元，約8400人民幣。廣東大灣區住宅小區裏邊，公共綠化由物業負責，你屋企陽台嘅花草自己打理，呢部分成本極低，可以忽略唔計。綠水費、垃圾費。喺中國內地，如果你嘅房屋係空置無人住嘅，
就冇任何費用需要支付，所以你可能冇想到有啲地方唔用水或垃圾回收服務嘅時候，仍然要每一月支付基本嘅費用，而且並不平。喺一加州大灣區嘅水費同埋垃圾費係基於房產嘅固定費用，即使你嘅房屋係空置，冇人住，完全唔用，亦都需要支付。以下係呢啲費用嘅大致估算，請注意，費用可能會因具體區域、垃圾桶大小等而變動。水費長期唔喺屋企時嘅估算基本服務費，獨立屋嘅每月基本費大約喺$30至到$40之間。污水處理費保守估計每個月$5至到$10。所以即使你完全唔用水，我平均每月大約要付$35至$50。垃圾費，垃圾收集嘅費用取決於你選擇嘅垃圾桶尺寸同數量。對於一棟典型嘅獨立屋，標準配置係3個垃圾桶，一個用於垃圾，一個用於回收，一個用於堆肥。垃圾費係強制性嘅，無法暫停。對於一間空置嘅獨立屋，可以選擇最細尺寸嘅垃圾桶，以節省開支。每月需要支付嘅垃圾費大約喺$60至$70之間。你每月需要花係水以及垃圾嘅大致費用就係$95至$120，平均計每月$105，即每年$1260。總對比，北加州灣區對廣東大灣區，房產稅$14,400對零，物業費0對$8,640人民幣，房屋保險$3,600對零，維護維修$12,000對零，平原維護$1,200對零，水費垃圾費$1,260對零，總計$32,460對$8,640人民幣。而家睇到呢個總數嘛？喺三藩市灣區擁有一套$120萬嘅房產，每年嘅硬性持有成本高達$32,400，亦就係23.1萬人民幣。而喺廣東大灣區擁有一套700萬人民幣嘅豪宅，每年嘅核心硬性成本主要係物業費，只係$8,640人民幣，即$1,210。呢個差距係天淵之別嘅。北加州灣區嘅物業持有成本係廣東大灣區嘅將近27倍。即係話，你喺加州灣區持有房產1年嘅成本，足夠你喺廣東大灣區支付27年嘅物業費。核心嘅差異在於，加州灣區嘅模式係高房價加高額年年付稅，房產稅係地方政府服務嘅主要財政收入；而廣東大灣區嘅模式係高房價加低持有費，主要成本喺購房時一次性支付。所以呢兩個灣區嘅置業遊戲規則完全不同。一個讓你喺擁有後依然持續大出血，係名副其實嘅年年納稅；另一個則讓你喺闖過購房門檻之後能喘口氣。同樣係世界級灣區，同樣係置業夢想嘅地方，但每年養房產嘅成本竟然相差27倍。呢個對比係咪顛覆咗你對擁有物業嘅想象？考慮到呢啲持有成本，你會更傾向於喺邊個灣區置業？歡迎喺評論區分享你嘅睇法。歡迎訂閱灣區智慧生活，加入我哋嘅灣區生活大家庭。